到係我哋係以科技園咧作為一個推動科技發展嘅重要主體咧。因此科技嘅研發產業咧將會係以科技企業為主導，以市場嘅需求作一個導向，提供合適嘅配套設施，支持中高端嘅科技企業開展研發活動，讓更多嘅海內外嘅科技企業集聚。呢個係我哋科技產業園嘅定位。而相關嘅規劃呢，我哋唔係從零開始嘅。事實上，澳門係擁有4所國家重點實驗室，已經係多年㗎啦，起碼超過20年以上。喺集成電路、中醫藥、智慧城市、月球行星等領域呢，係積累咗一定嘅科研實力。同時，本地嘅多所高校呢，亦都係持續培養高質量嘅人才。呢啲都係我哋發掘科技產業園嘅開展科技產業園嘅重要支撐嚟嘅。我哋會以務實嘅態度去推進，讓科技研發產業園能夠成為支持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嘅新引擎，同時亦都為本地嘅科技人才係提供更廣泛嘅發展空間。關於科學園嘅選址問題，目前政府仍係進行全面嘅評估，我哋會綜合考慮土地嘅資源、產業嘅佈局、交通嘅配套等多方面嘅因素。同時亦都結合澳門現有嘅科研機構分佈同埋高校嘅資源，確保選址係能夠最大程度咁樣發揮協同效應。另外，為咗滿足短期內引進目標企業嘅空間需求，將會通過靈活運用我哋現時已經有嘅一啲空間資源為落戶企業係提供臨時嘅空間，讓相關嘅企業能夠先行落地並且開展研發嘅活動。